现在是10:59，我这边是10:59。我要开吗？告诉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的时候，你就要大大充满我们。我们愿意将今天的崇拜再次交托摆上在你手中，我们更愿意专心仰望你的手的带领。我们愿意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求你来指引、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我们再次谢谢你看顾这地，谢谢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照你自己所允许来成就。我们盼望你与我们同在同行，谢谢你，谢谢你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要用信仰告白使徒信经，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谢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再一次相聚。我们要用荣耀的呼召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丰富的恩惠必充充足足加满我们的器皿里面。我们会从他那里得到圣灵的引导，蛮有能力活出我们这一生的意义，是为神，是向着神要我们所立的标杆来直跑。这一首荣耀的呼召，荣耀的呼召，将自己奉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盛的回避中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荣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最主纯洁贵重的器皿。你丰盛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荣耀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来到主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摆上，也愿意在神的面前告诉他说，我们愿意献上当作活祭，为你而活。求神帮助我们，这一生的目标，这一生的生命的意义，都是主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再一次。跟随耶稣，爱我
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谢谢听我们祷告的神，你眷顾这地，眷顾你所拣选的儿女。谢谢你爱我们到这样，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谢谢你，谢谢你，更保守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我们相信这一切是你帮助我们注目仰望耶稣，注目仰望你，聆听你的声音，也愿你的应许照你所应许我们的来成就。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要用奉献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桥教会的消息哈。那我们今天会后，我们一样有小组聚会，那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的参加。那相信在小组当中哈，我觉得透过彼此分享，那彼此的建立的关系，我觉得在分享神的爱当中，其实会带来很大生命的激励哈。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我们都能够在教会
能够有一个所属的小组，大家一起在彼此分享当中来建立与主的关系。那我们下个礼拜是台神纪念主日哈，那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也期待我们大家预备心来关心这个属灵的机构神学院他们在做的奉献的工作，也就是栽培这个下一代的年轻牧者。所以牧师非常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不仅为奉献，更重要的是也要为他们来祷告哈。那我们在1楼的地方呢，有人哈，就是有弟兄姐妹奉献一批很大批，就是我们刚好进来看到那些缎带，那些缎带哈非常的便宜啦，我牧师去看过哈，大概2.5 mini 哈，2.5 mini 非常短哦，大概就要50块了，好，所以你在1楼的地方可以选用，你可以选一选，然后买完以后呢，请我们萧秀珍长老，他会帮我们绑那个缎带，非常漂亮。好，那接下来圣诞节快到了，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不仅能够买这个缎带回去，也能够祝福我们大桥教会的建堂还款工作。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行善不要灰心。那我想要问各位哈，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一种经历哈，叫做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收成的不多。你付出很多心力，但是你得到的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简单举个例子哈，你可能每天工作可能超过8个小时，好，可能10个小时以上，好，那你的月薪呐，好，你的收入却没有那么多，有没有？会不会？有啊。好，刚刚我们就听到有人在这个火锅店上班，对不对？忙得要死，然后那么多的时间投入在工作，可是他获得的却没有得着那么多的薪水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落差的。那我们都是在座的，如果是爸爸妈妈，那你会发现，当你付出那么多时间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却给你的回应却是什么？却是谩骂，却是不理解，甚至欺骗，甚至不喜欢爸爸妈妈讲的话。所以呢，我觉得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面对的人，我们付上很多的时间去行好事情、行善，可是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回馈却不是如同我们心里所想的。那我记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在教会你有侍奉，你侍奉付出非常多的时间跟一个同工倾心吐意，然后跟他分享你的期待，可是最后你获得的却不如你所想的那样的时候，那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的失落。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牧师要带大家来认识行善不要灰心，到底该怎么做？那其实我们现在牧师讲到的经文经节的范畴，都是在配合新眼光的进度，也是期待我们每一次把握住礼拜3牧师都是用直播的，还有礼拜天牧师讲到，尽量都是配合新眼光的经文的范围。那牧师都会透过经文的背景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有些时候自己在看圣经，你不晓得它的背景，你有些时候看不出所以然。好，所以这个是期待大家能够一起来做。在我们的周报首页的右手边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表格，也就是我们的圣经节的范围，然后所以期待大家平时你在家里面可以一起来熟读神的话语。那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也请你可以下载 APP， 或者是你希望有纸本的圣经，在私底下再跟牧师讲，我们教会有提供一些圣经给大家哈。那请问一下，这个是谁？马云对不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今天很残酷啊，明天更残酷，后天会很美好，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真不真实？很残酷的真相，对不对？真的有人真的是这样。今天已经面对了苦难，明天还要继续面对，但是他不知道他未来是如何。可是马云他说这句话，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死在明天晚上，可能后天的美好他还没经历到，他还没遇到，他就已经死在明天的晚上了。这样懂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它是非常残忍、非常现实，
但是他也描述了许多人在人生的挣扎当中，不断在挣扎当中，他根本就还没有去做好事情啊，他自己的生命就已经陨落了。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加拉太书这段圣经节牧师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加拉太书是保罗他特别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呢，保罗他特别为了这些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信徒，他特别提醒他们，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外邦人刚信主的。什么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所以呢，他们不是从小就在这种犹太教里面的认识上帝的环境下来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是属于外邦人。当他们成为外邦人，信耶稣、信上帝之后呢，却有一批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他们信奉是一样的，同样一位上帝。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就特别来找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基督徒，来告诉他们说，光信耶稣不够，你们这些外邦信徒还要接受割礼，割礼守犹太的律法才能够得救。简单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但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在教会长大的基督徒，特别是老一辈的，他们很容易会对那个刚来教会的信徒会跟他们讲说，你洗礼了没？我洗礼了。你有没有在做礼拜？偶尔。你有没有在奉献？没有。他就会针对这样的人，就告诉他，那你还没有得救。这样懂我意思了所以在当时候，保罗他写这封信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外邦基督徒，有一些人他们认为说，我得着这个福音，不是因为信心吗？我们有没有听过因信称义？有吧？所以保罗他特别坚持要让他们守住一个，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信而被称为义人。所以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少，做多少事情，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跟对耶稣基督他救赎你生命的那份信心。所以这个3、4个礼拜前牧师有介绍过这位弟兄，他叫做你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他叫魏佑廷。好，我们拍手欢迎他，很帅好，请坐。好，他26岁26岁。他经过教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清理我的车子的轮胎。他当时候他就骑着脚踏车，说：“你是牧师吗？”我就说是。然后他就说：“今天有聚会吗？”那个时候是晚上10点。他说：“今天有聚会吗？平时有聚会吗？”他就一直问。那时候我就发现，哇，他好渴慕他很渴慕。我后来了解下来才知道，他其实很早就想要进来这间教会，可是他路过，他一直没有勇气走进来。那他也不知道我们的讯息内容。那一直到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过教？”他说有。他之前他去了1年，去到永康教会。他走到永康国中那边的一间永康教会。那最近他就没有再去了，对不对？那当时突然间有一对夫妻就路过，那他们就他就很有礼貌跟他打招呼。我就发现说，这个年轻人不一样他那种生命态度真的是好特别我就问他说：“那一对夫妻你认识吗？”他说：“对，因为我在大桥里活动中心就打扫。”那都是志工嘛，对，是志工我说：“你做了多久？”3年。他很热心，然后都在做这些事情。他不富裕，他是跟着妈妈嘛，对不对？单亲家庭。他还有一个妹妹在国2，现在国2嘛，国2。我就问他说，他就一直问我说：“你周间有没有聚？”我说：“没有，我们的聚会就是直播，还有礼拜2的青年聚会。可以的话，邀请你礼拜天来。”他说好。来的时候他就穿这身打扮，我好感动。
我就说我一直跟年轻人说，这个服饰不要穿拖鞋，很多方面我就发现都需要教导，可是他不用教导，他直接来了就是穿着这样。我觉得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会去感受到身边充满了许多爱、祝福，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急需要能够透过上帝更多认识神。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分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分享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刚刚当他讲完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之后，他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圣经节，加拉太书第6章，加拉太书第6章这一段圣经节，也就是他讲到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之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虽然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既然得救了，我们还需要活出恩典的行为，也就是这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我们一起来。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好，这段话在第6节、第7节里面，保罗他提醒信徒要学会感恩跟分享。我们的感恩跟分享是做在什么地方？我们大部分会分享是分享在自己的家人、熟悉的人。我们对于不熟悉的人，甚至跟我们有冲突、不好的关系的人，我们应该不会跟他有所连结。但是实际上，保罗他要教导这些基督徒朋友，告诉他们，如同第8节所说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必从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他讲到这句话，他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讲到第7节的后半段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讲的这些事情，重点在于第一个，你的心有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他第6节先说什么？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人你在道理上，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信徒在听牧师讲道，你们就是属于受教的，对吧？好，受教的人当把一切需要用的供给这个施教的人。所以过去老一辈的牧师他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很邋遢会滴水他们没有薪水可是他们却是由信徒每一个礼拜的奉献来给牧师以前还没有所谓的像我们现在的长老教会有他的教会制度，譬如说你有多少人，你就应当负担给牧师应当有的配额，那个配额是按照信徒的人数，但是他也必须要有所规范，所以就好像老师一样。好，所以我们牧师的谢礼这一部分，我觉得跟以前的牧师已经差很多，但是是充满恩典的。以前呢，我觉得以前的社会、以前的环境教会，就像如同印证加拉太书第6节里面所说的，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保罗他用一个感恩的心来教导他们，我是一个施教的人，你们都是受教的，你们要学习过去你们因为信，是因为我传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救你们生命的道理而得救，结果你们现在还要回去走那个以前的道路吗？靠着行为得救吗？所以他特别教导他们不要自欺欺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第7节，人种的是什么 ？OK， 好，因为他们正在调整他们的习惯跟行为，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所以我说 OK， 没问题。好
我觉得牧师的孩子不仅有很多的行为规范，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要给他们孩子应该要有的童年。好，所以不好意思打断，但是我觉得也是行善的一种。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也要做好事。好，那继续所以保罗他特别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这种概念就像什么呢？一个学生他很真心的感谢他的老师的教导，会怎么做？来，在座大概都是跟牧师一样同辈的过去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会要感谢老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写卡片，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感谢老师最好的方法，老师通常会在台上会说什么？各位同学，你们要感谢老师最好的方法是专心念书，然后怎么样？老师最开心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时候？你有成就的时候，你的成绩，对吧？学生的成绩进步了，老师会不会高兴？一样会高兴。我是你们的牧师，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年轻人，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属灵的导师。所以你们的生命没有成长，我做老师的会怎么样？我会难过。所以保罗他用同样的心情在教导这一些他曾经带出来的门徒、信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帝不是轻慢不得是什么？我们都从上帝那边领受恩典。你今天来到教会，希不希望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希不希望？希望啊！我得到平安，我得到喜乐，我得到生命的改变，我得到上帝非常特别的祝福跟引导。你不感恩，然后还说牧师，你怎么老是要求我要奉献、要感恩、要怎么做？我已经因为信而得以称义啦，你还在教我做这些什么？我都心里想说，告诉你，你不要自欺啊！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付上很多心力。可是我的孩子如果时常说：“爸爸，我知道啦，你要讲什么啦？”可是他都很随便，我就会很难过。所以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上帝他那种不希望人自欺欺人，然后轻慢的态度。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为主摆上的，神必纪念。你为主摆上的，神必纪念。”你为主摆上的是什么？我记得我教导中南他来教会3年多，他来教会应该是不会奉献的啦，因为他还没有收入啊，他也没有打工，还没有做，他唯一做的打工工作就是教会打扫的工作，然后教会会给他2个小时多少钱？但是我牧师我就会想另外一个层面，我就会说：中南，你来到教会，你要去拿一个你的奉献袋，写上你的名字。他说：牧师，我有在奉献，一定要写这个吗？我就说对，这个东西是让你检视你自己在上帝面前你摆上的，这不是做给我们看的，这是做给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自己看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1年多前，中南体会最深。1年多前，他绝对不是现在这个身高了。他那个时候身高大概多少？100多哪有那么矮？160了，100多，我的儿子都100多了，160几公分。他现在几公分？你现在几公分？180。你可以想象吗？1年多前，1年前是160几哦。他那时候我看他都是每次来教会都有一种忧愁感，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期待什么？可以牧师为你祷告。”他说：“我希望升高。”他有没有为主摆上？有。他去年到现在，他1年多，
他参加台语堂，礼拜六晚上9点多参加我们的敬拜团练，礼拜天早上8点就要来教会练习，然后牧师都要打电话，起床了，很累很累，他没有吃着早餐，然后就来，然后8点以后参加9点的台语礼拜，参加完他还会参加第二堂的配合牧师第2堂的华语礼拜，我非常感谢他。牧师不是要讲说我们要做多少，牧师要讲的是说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摆上了多少。这个礼拜我参加一个牧师的在职训练，有一位牧师他去那间教会4年，他的教会从40几个人，我们教会40几个人，他们教会40几个人，第2年教会增长到60几个人，第3年教会增长到80几个人，现在教会第4年增长到120几个人，多不多？快不快？非常快。我们这些其他的牧师，我们都非常的讶异。我们说，哇，教会怎么可以增长这么快？你知道那个人数增长对牧师在一间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喜悦，因为这间教会的人会用传福音，会去知道带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走出去。3个礼拜前，1个月前，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同工来告诉我，我有分享过，有一位同工告诉我说，牧师，我是看数据，我们的华语礼拜只有那几个人，不需要，让他们来参加台语礼拜就好。我心里面说，不是，你看的是数据，我心里看的是上帝的大能，是人的生命的需要。我不会停止。2个礼拜后、3个礼拜后，我看到在我们当中人进来了。幼婷，有没有？在座的你们，好，牧师今天第一次认识。还有秀芝姐妹，她是在网络上，经过了一个多月2个多月，是在加拿大的一位姐妹在网络上牧养她，告诉她你要有好的教会生活。所以我非常高兴，在华语礼拜场，虽然我们人不多，我觉得慧君姐应该是体会最深的。她就是我们华语礼拜开始的元老，那时候就只有牧师跟她，底下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听我讲道，还有我们的承恩执事、音控。所以告诉各位，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做的好事情上面，如果有上帝同在，有上帝与我们同在，那是非常恩典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的中南他现在就读的学校是长荣中学，你知道吗？你要好好带我们另外那位姐妹那位姐妹是神给我们的牧养的对象她的同学静瑶，大家都认识对不对？她家住在永大路，她先来教会，然后后来她的同班同学一位姐妹也来了，现在他们就读的学校都是长中，都是观光系，竟然都是同班，恩不恩典？恩典啊！可是对他来讲不见得他如果不了解这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觉得说哇，那叫衰，那个看没几周，对吧？外面的人是这样看啊，可是在教会的人不是这样看的。牧师看到的是，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安排。所以我刚刚讲了一句话，钟来，他没有来，你要关心他，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关心他。在我们彼此当中，我们都是需要彼此关心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带大家认识另外一段圣经节，在诗篇126篇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第3节到第5节就好了。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之人回归，好像南地的水回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来，我们再念一次。我要邀请年轻人来，你们2位年轻人应该要讲话最大声的。来，你们2位讲，来，你们2位讲，牧师要听到你们的声音。
第3节到第5节，来。等一下，这不是年轻人的声音啊，没有力气。你如果遇到一个你心仪的对象，你会说：“哎呦，我好喜欢你啊！”啊，你讲什么？听不清楚，一定要讲清楚啊，对不对？讲大声一点，来，开始。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之人回归，好像南地的水回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好，耶和华为我们行了什么大事？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但是他们回归了。他们回归的意思要做什么？他们要回去原本的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建造圣殿。可是当他们回去的时候，看到的是圣殿已经不是他们过去可能在巴比伦所敬拜神的地方，或者是过去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那么美，因为都已经残破不堪。所以当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好像在做梦一样。第1节有没有？那时他们的口就充满欢笑，舌头充满欢呼。所以牧师非常喜欢我们每一个人进到教会，唱歌要怎么样？要充满那一种好像你的生命是被救回来的。幼婷，你曾经在教会大桥教会门口来来去去，好几次都没有走进来过，对不对？你现在走进来，有没有觉得大桥教会很美好？有没有？美在哪里？很开心。那你看到了什么？他说他很开心，他知道他可以跟上帝、跟耶稣求，他们家人就可以得着平安。哇，感谢主，让我好感动。他还没有相信，但是他心里面相信，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可以赐给他们家人平安。非常好的见证。他附上的还有需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第4节，耶和华。第3节讲的，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有没有？这是一个新的大事，让你重新安排在一块。今天有一对夫妻，今天第1堂有一对夫妻，他们来了。这对夫妻他们曾经有一些冲突，跟他的家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冲突。他们是我的亲戚。我昨天我要去探访这个家庭，因为我跟他讲说几点要去，那他们一直没有回。后来我就直接就去了，不管3七我就去了。一打开门，他们家庭在做家庭礼拜，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会突然间？然后他们就伯叔，不你来了，这回来了。当中就有一对夫妻，就是曾经牧师也在跟他们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些疙瘩，他们不知道怎么继续的时候，感谢主，在那家庭礼拜当中，他们互相分享，因为他们是追思礼拜，就是我的股公，他以前是传道人，然后他们做家庭礼拜，在那当中我发现他们分享的说，我们对自己过去这个家人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只有分享一个，这个家人让我们看见了耶稣。所以今天幼婷，你今天感受到耶稣上帝的恩典、祝福的平安，不是只有你得到而已，你还需要怎么样？对，你也要让你的家人得着。所以你要分享，你要带回去给你的家人。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分享，那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得不到。就只是你自己在那边想说，嘿，我多好，上帝多爱我，懂吗？我们现在有很多教会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不敢面对他的家人，他们平时面对家人是平时的方式，但是牧师要告诉各位，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用主的爱，你要用主的爱。
去分享神的恩典，用主的爱分享给你的家人，知道说哇，感谢上帝。所以时常讲感谢上帝的话，时常讲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所为你做的事情，上帝都会透过这些事情来帮助你身边的人认识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圣经节告诉我们，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面前多认识神的真理，我们要知道行善是一种撒种的属灵投资。好，所以呢，牧师鼓励各位，我有3点跟大家分享哈。我们要怎么样行善不灰心？有3个这个实践的目标跟方法。目标是什么？第一个，你要认识真理。这里很冷，还好你有穿外套。你要认识什么真理？行善是一种撒种的属灵投资。也就是说，如果你行善，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投资，你很容易会怎么样？因为这个人对你的不好行动，他就怎么样？你就远离他，你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我有一次我们之前有一群那个周2礼拜2的聚会的学生，他们都很叛逆。曾经有一位，他家里是在卖羊肉的，在快炒羊肉烩饭的。有一次我晚上11、12点然后肚子饿，就真的出去找宵夜吃。我就找着，然后就看到一间羊肉店，那一间店我就进去就跟他买。他买完那时候我戴着口罩，后来那个跟我接应的那一个人，他是刺青叛逆的学生。当时候我回想起我在跟他做朋友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都好心浮气躁，然后一点也不想要待在教会。当时候我跟他买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好面熟哦。”他说：“牧师。”他直接叫我牧师，我戴着口罩。他说：“牧师。”我说：“我记得你之前有来过教会。”他说：“对，我跟国金一起来的。”当时候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师。”我就说：“有空要常来哦。”他说：“会，牧师，我有空我会带我朋友一起去。”你知道吗？那个人如果他跟你没有关系他会讲这种话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我是在卖面的，我是在卖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你听到有人会跟你讲说我会带人去，有没有可能会讲这种话？不太可能。他顶多说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他不会讲这句话。虽然他还没有带来，可是我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有没有关系？你跟他的关系有没有关系？是有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在行善的过程，我们要认清一个真理，很重要。我们对人一定要有爱，对人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要记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不犹豫，不勉强，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抱歉，保罗他特别鼓励，当我们在奉献的工作上面，你是用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法则去做，你会发现你所得到的丰盛，会如同他所说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我的母亲她本身从小，她就是在孤儿院长大。我的母亲她时常跟我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的阿嬷。我的阿嬷她非常穷，她是帮人家剪头发。每次只要到教会的时候，她每一次都是有固定定额的奉献。那当她没有钱的时候，我就问说：“妈妈，那阿嬷她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奉献？”我们在座应该也会这么想：如果我没有钱，我怎么奉献呢？我问我妈妈，我妈妈说我的阿嬷怎么做？她会跟人家借钱来奉献。我说：“哇，借钱来奉献，这个我还不敢领教。”可是我觉得在那当中，我发现她的信心非常的大。她的信心是放在，如同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节，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为什么？
上帝为什么喜欢乐意奉献的人？因为上帝知道，当你不足的时候，你是我的人，你是属于我的儿女。当你愿意乐意奉献的时候，我知道你的不足，上帝会不会赐福给你？会。所以在那当中，我发现，当我的母亲她也学习到我的阿嬷同样的概念的时候，我的妈妈时常她会跟我借钱，要干嘛？委员，你先借我一下。妈妈这个月的约定奉献我没办法奉献，好，但是我下个月几个礼拜后我就还给你。我说好，妈妈谢谢你，因为我现在4个孩子可能经费开销也比较大一点。但是我妈妈会提醒我，她说委员，你是做神的仆人，我也希望你学到这个生命。当你为主摆上的金钱，你眼睛看的可能只是这个钱可以为你带来的生活上的利益跟价值，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它那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的背后是有一位上帝把这个价值放大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行善不要灰心，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人的爱我们给不出去，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爱不下去，我没有办法爱下去。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好，我们需要战胜上智，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动力。我们再读一段圣经节，我们加快速度哈。加拉太书第6章第8节到第9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要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圣灵的工作太重要的。圣灵怎么做？我们要怎么领受圣灵？就是要常常祷告。所以很多时候，耶稣说，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设立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如果在灰心的时候，我们觉得无力感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透过祷告，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第三个，实践爱心。我们要怎么样行善不灰心？好，我们要实践爱心，就是要聚焦在机会，而不是条件。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节说，所以第6章第10节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应当如此。在座的你们，我们都是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平安的人。那如果我们是上帝所信徒的那一家人，我们难道不就更应当要对人行善吗？这样懂我意思了吗？所以在座的我们，牧师要鼓励各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总要追求彼此和睦，又向众人行善。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看起来真的很不顺眼。当然现在你们的班级堪称你们会认为可能是比较放纵放牛班。你会看到有一些行为不检点的同学朋友，就像生活不检点的人，看起来不顺眼的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你们可能就是属于灰心的，牧师就会勉励你们，你们不要害怕，对那一些看起来行为不检点的人，你们要对他们更有爱心，好，帮助他们，祝福他们。然后呢，有一些比较软弱的、被欺压的人，你要扶助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能力，告诉他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可以的。这样懂了吗？这就是一种鼓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很多时候我们彼此和睦行善的过程当中，都是为了要彼此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与主和谐的关系，从我们先跟人当中做开始，
因为每一天你都在接触你的家人。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处得不好，我告诉你，你每次来到上帝面前，你没有办法感恩呢、会不会？会哦，会影响你哦。你觉得哦，我带着忧愁，带着重担，但是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是让你倾卸重担的人，上帝是让你倾卸重担的神啊，真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凡有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平安，我要给你喜乐，我要给你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国度里，行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目标。最后，牧师要鼓励各位，我觉得行善先从我们饶恕人做开始。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你可以去做招待，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服事。但是最近牧师我不想要做这些事，我只想要专注看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就像刚刚我讲那一间教会，4年的牧师啊，他才去那边4年，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是让他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修身养性，来到教会就是享受跟上帝对话的时间，好好听道，不要像那个马大一样在那边忙碌，要像玛利亚一样听主的道。所以听主的道是什么？就是要去实践，要对人有爱，对人有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宝贵的书信，对当时候每一个信靠神来得着恩典、得着拯救的信徒朋友，让他们没有走回头路。我们恳求上帝也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学习将神的恩典救赎我们生命的奇妙恩典，懂得去分享，懂得去带领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认识这个得救的福音。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个得救的福音，是我们生命美好的智慧，也是我们努力的活下去，为主做美好见证的重要动力来源。求神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特别祝福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都恳求神来祝福他们的心思意念，走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充满感恩的心，时常用感谢的心来祈求圣灵的工作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行奇妙的大事。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我们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是与台语礼拜合并，也愿神赐福在每一个观看直播现场的弟兄姐妹朋友，邀请你能够将你的祝福，将你生命的感动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愿神赐福大家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分享。